中公区新增加大台南小黄公车的2条路线，蓝14、蓝15，为着要让当地里民更方便，特别办理说明会到当地实际了解里民的需求。因为当地里民需要定期回诊，所以咧规划固定班次的路线时阵，特别安排经过病院，也有提供预约的服务，发挥小黄公车时间甲空间的方便性。车队咱的张总经理这2台遮水的车，就是未来要担负着咱的蓝14、蓝15的这2个路线，伫咱将军往北到北门、往南到嘉义的这个载客的服务。这个物件大家已经知影，17到18咱差不多1年6条，3年18条所以这个实在是第1条的小黄公车就是咱的任内开始建设起来。这个小黄公车有啥好处？就是讲你固定车帮，哪像你等公车固定车帮会当去车牌等。第二，你会当先打电话预约。前一天下晡5点以前打电话讲，迄个我明仔载几点要去佗啊？要去互你嘉义基米啊？还是讲要去北门南昆新拜拜啊？你打一个电话我有几个人阿嬷1个人，佮孙仔1个人，还是讲几个人？上少爱2个人，上济4个人，4个人拄啊1台车坐满。安尼他不是就来恁兜甲你载，毋是来恁兜边仔车牌甲你载。台南市交通局长王明德表示，即摆开通的2条新路线，蓝14由客家区公所到基米病院的嘉义分院，蓝15由湖湾到嘉义。各条路线逐日拢会有6班的固定班次，另外更有预约的服务，互里民有经济方便。若恁兜徛离车牌1公里以内，伊就来恁兜甲你载，这就变做真方便。譬如讲，咱来嘉安宫。整日大人拢嘛知影嘉安宫，好无明仔几点来嘉安宫稍等，伊车就驶来到遮。爱钱无？65岁以上的免钱若65岁以下前8公里免钱。钱要对来，无迄个司机要食暗暝啦车钱政府出当然政府第1年是第2年是公路总局甲咱补助大部分第3年开始咱市政府爱出第1年、第2年市政府出一部分针对今仔日小黄公车的成立这市政府对咱这个偏乡地区的这老者大家一种福利但是至目前惊这个时间上会再未拄好，毋知医院点也还是个问题啦。这是大大看。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